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筍盤直擊。今日繼續有我同埋阿手同大家一齊捐窿捐罅揾筍盤。你哋好啊！阿手，我哋咧見到樓價調整之下，除咗部分嘅筍盤之外啦，亦都咧有唔少嘅準買家咧，其實係 hold 住市場上一啲特色單位嘅，因為平時咧就少有放盤啊嘛。你會唔會有呢類嘅單位推介啊？呢啲要求絕對難我唔到。今次就同你睇一個複式連天台單位放盤，景觀相當開揚，一齊去睇睇。Kensington Hill 由會德豐地產發展，樓高咧有32層，係喺2016年嘅年尾入伙啊。咁屋苑呢，一樓同埋二樓咁有呢個停車場啦，有21個車位，而三樓呢就有住客會所同埋一個室外嘅游泳池。校區方面呢，係一個著名嘅11校網，咁喺屋苑嘅旁邊呢，就係著名嘅英皇書院啦，過少少就係香港大學嘅校舍啦。今次介紹嘅單位呢，就係位於呢一個屋苑嘅頂層，一個複式連埋天台嘅單位。咁實用面積呢，有2276尺，係一個4房嘅間隔。佢嘅特色呢，有內置嘅樓梯啦，上落方便。咁同埋樓層嘅高度呢，有成3.5米高㗎。而呢一個單位呢，個特色嘅天台呢，係可以望到一個區內少有嘅無敵海景，非常之開揚㗎。阿手，頭先嘅單位咧個裝修好靚啊，我諗買家拎包入住就可以噶啦。不過屋苑嘅地理位置又點呢？屋苑坐落響11名校網，區內有多間出名學府，啱晒有小朋友嘅家庭客。附近生活配套亦都一應俱全。如果熒幕前嘅你對於呢個放盤有興趣，或者想要了解更加多屋苑嘅放盤嘅話，歡迎聯絡我哋前線同事了解更多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